我们在深山里面找回了失落的苗绣，重新做成衣服的那一刻，它真的太美了。大家好，我是九美小美，一个穿过上百套不同织系苗服，从一线城市回到边疆一线城市创业的95后边城女孩。苗族服饰是穿在身上的无字史书，被誉为人类服饰的基因宝库和最美的少数民族服饰之一。服饰的一针一线都承载着民族的迁徙历史、爱的传承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查遍资料发现，苗绣绣法具有平绣、挑花、堆绣、锁绣等12类绣法，双针锁、单针锁、破粗线、破细线等几十种针法。每一种针法、绣法对于不同艺术细节的表现处理都有匠心独运之处，但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大家慢慢忘却了这些绣法，转而追随便宜量大的机绣花。不可否认，机绣花的工艺也在年年精进，但总有一些核心的基因的美需要有人去保留和传承。在我的家乡云南文山，传统的苗绣法也是繁复多样的。近年来也有一些苗族阿姨保留着绣花的习惯，但我发现很多人都删繁去简，几十种绣法只剩下了十字绣。十字绣简单易学，平面几何的结构构造也有它的优势之处，但那些失落的苗绣都去哪儿了？为此，我们开了2个多小时的盘山公路，挺进了大山深处，来到了博竹镇山坳里的一个老苗寨，寻找到了一种灵动华美、细腻如水的苗绣——锁扣绣。这种刺绣的纹理像辫子一样，线条行云流水般铺展开来，彼此连贯，组合成优美的花卉形象。绣出这些精美图案的苗族阿姨叫王开珍，跟她沟通多半要苗话，普通话她还有的听不完整。看她家里的陈设，她还培养出了一位文山苗族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陶子祥老师，相信很多在云南民大读过书的同学都听说过她。阿姨说，农闲的时候他们也不爱看什么手机，刺绣就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光，这是一份民族记忆的传承，同时这份安静的指尖艺术也治愈了山村生活的喜怒哀乐。与其说他们为了刺绣而绣，倒不如说他们在用创作的美点亮了漫漫长路上的生活。我们把这些绣花收藏了回来，重新请师傅设计成传统版型的苗族盛装。当它制成衣服的那一刻，真的是美到我的心尖上了。我穿上它，走到边城的顶峰上，俯瞰连绵的群山。我无需仰望山的那边，因为那双母亲的巧手已经把千年跋山涉水走来的风景都绣给我了。